好，跟住做呢條，佢就問啦，喺90度同埋270度之間啦 ，tangent 3次 theta 等於2個 tangent theta 有幾多個 roots 調位？抽 common factor，右邊一條式啦。咁我可以得出咗 tangent theta 一係等於0，一係等於開方2，一係就負嘅開方2。好，跟住我哋畫翻 CAST。好啦，今次我哋嘅範圍喺90度到270度之間，即係呢個範圍。好啦，第一樣嘢 tangent 0，tangent theta 等於0。咁喺90度同270度之間，唔包90，唔包270嘅話咧，佢中間只係180度嘅啫。咁我自己撳機咯喎 ，tangent 180度等於0，所以咧呢度有一個答案啦。好啦，正開方2 ，tangent 係正數，邊度有答案啊？得呢度有答案咯，所以只有一個答案。tangent 負開方2 ，tangent 負 theta 等於負數喎，有幾多答案啊？呢度有一個答案啫，所以加埋就係3個啦，所以答案就係 B。